继续来看中华鹿港有一个里长，去年底为着煮圆啊这种小可代志，竟然是甲太太起骹动手，唔那用拳头母甲木，搁举迄个铁壳啦甲烧，是甲伊烧甲受重伤送病院。结果正月初3，这太太往生了。当时地方就风声，讲里长拍某，甲某拍死。但是事后这个里长调故意伫咧面册铺真侪张煮圆啊送餐的相片，想要来制作无在场的证明。啊，这太太住院期间，伊嘛拢铺一寡关心太太、唔甘太太的文章，讲太太是破病来往生。但是检警发现这个太太的伤是暴力造成的，认为里长有灭证、串口径的嫌疑，已经甲收押。咱来规间专员我赶快跑出去。中华鹿港县外里长进前基金会公庙大会接受采访，是咪告基金会涉嫌家暴，敢若家某拍死？他是用什么打？我是听我三公，我是说用拳头，有的时候用那个铁勺。亲戚朋友讲，地方拢伫咧传里长拍人破，代志写出来，里长就伊伫咧面册抛出鱼煮鱼汤送餐的消息，敢若是要甲大家讲伊无在场的证明。里长佮家己列出时间表，讲事发迄天是去年12月20，透早6点，伊和太太去煮鱼汤，8点煮好，得要去田阿嬷，8点23送到社区，8点35离开。里长佮转去厨房交代代志，刷咧9点到公庙开会，10点40叫叫转去时，看到太太倒伫咧涂骹，赶紧敲互 EQ。事发2天，12月22日，里长佮抛出关心太太状况，讲太太脑压降落来，都是大家关心。想到1月31日，太太就传出重伤过身的消息。是不是你打老婆？他说没有，他自己跌倒的。有时候就为了一点小事。为了付个钱干嘛？亲戚朋友讲，县外里长常在为着小事和太太伫咧冤家商量，妈妈起骹动手过真侪摆。这病因某受伤断院，里长佮讲是因为破病，结果互查出太太空罪和死刑，都是去拍出来。率同法医相验，并指挥彰化县警察局鹿港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查证。于2月18日具体被告讯问后，认为被告吴姓里长涉嫌家庭暴力及杀人罪，罪嫌重大。中华地检署侦讯了后，认定县外里长涉嫌家暴和杀人罪嫌，向法院申请分准改押起来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